第7章未來以來 AlphaEvolve 顛覆科研。2025年5月14日 Google DeepMind 發佈咗一個名為 AlphaEvolve 嘅智能體，專門用於科研。呢件事如果發生喺2025年之前嘅任何一年，絕對都係驚天動地嘅大新聞，讓好多人嘅世界觀為之一振。可惜到咗2025年 AI 進步一日千里，呢件事嘅熱度維持咗幾日就淡咗。但係我必須要同你深入講一下。OpenAI 嘅 CEO Sam Altman 多次講過，2026年係 AI 嘅創造力之年，標誌係到時候 AI 將會獨立做出一項人類科學家冇辦法完成嘅科學發現。點知 AlphaEvolve 喺2025年就將呢個目標實現咗。AlphaEvolve 已經獨立做出唔係一項，而係多項人類科學家難以企及嘅決定性嘅科學發現。咁唔係日常 AI 新聞嚟嘅。AI 正在顛覆科研。DeepMind 之前就已經喺好幾個科研領域取得咗成果，不過之前嘅做法呢都係人類主導嘅。DeepMind 派出幾位研究人員，而科研領域呢就出幾個本地科學家。大家一時一議，訓練一個專用 AI 模型解決問題，例如用 AI 做天氣預報，用 AI 控制核聚變裝置嘅等離子體，用 AI 識別古文等等。而 AlphaEvolve 呢，則通用咁喺科研大殺四方。你唔需要請相關領域嘅專家幫手，甚至你自己都唔使特別識嗰個問題添。只要你能夠將問題同佢講明白，佢就能夠獨立做出發現。如果突然得到一件能夠解決科學難題嘅神兵利器，你會點做啊？你大概唔會第一時間將佢公之於眾啩？你肯定要自己先試一試，破解幾個科學難題，或者發幾篇論文咁啦。更重要嘅係，你需要證明呢件武器真係好用。DeepMind 嘅科學家呢，正正就係咁做。佢哋先用 AlphaEvolve 解決咗一系列嘅科學難題，然後先正式對外宣佈。首先呢係數學領域嘅難題嚟，一個呢係 matrix 嘅乘法，一個 m 乘 n 嘅 matrix 乘以一個 n 乘 p 嘅 matrix， 咁點樣能夠少做幾次乘法嘅運算呢？ AlphaEvolve 嘅做法一舉刷新咗10幾項人類紀錄。一個更有意思嘅難題係將小嘅正六邊形堆疊入一個大嘅正六邊形，問你最多能夠放幾多個？或者換個問法呢？如果你有11個邊長為1嘅小正六邊形，要將佢哋互不重疊咁樣搭入一個大嘅正六邊形，咁呢個大六邊形嘅最小邊長應該係幾多呢？之前人類數學家揾到嘅最優解呢係邊長3.943，而 AlphaEvolve 揾出咗一種新嘅堆疊方式，令到邊長縮小到3.931，而類似嘅堆疊12個正六邊形嘅情況之下，原本嘅最優解嘅邊長呢係4，而 AlphaEvolve 通過一個不規則嘅堆疊法，將佢降到3.942。我哋再睇下實際應用啦。AlphaEvolve 為 Google 嘅大規模計算集群設計咗一種全新嘅任務調度算法，節省咗0.7%嘅算力資源。AlphaEvolve 優化咗 Google 嘅 TPU 嘅電腦設計算法。TPU 工程師已經進行咗嚴格嘅驗證，確認結果有效，並且準備喺下一次晶片嘅設計之中使用。佢仲改進咗 Google 自家 AI 模型 Gemini 嘅大規模 Matrix 運算算法，將關鍵內核加速咗23%，最終使整體訓練時間縮短咗1%。你要知道，訓練大模型呢好嘥電嘅，1%亦都係好大筆錢。AlphaEvolve 俾嘅算法步驟都好清晰嘅，真係用得到。乜嘢領域嘅問題都能夠做出嚟都能夠用，咁唔仲令人讚嘆咩？而且 AlphaEvolve 俾出嘅算法呢都好獨特嘅，你唔知道佢思考嘅邏輯係乜。呢種感覺就好似當年 AlphaGo 同李世石捉圍棋嗰陣，有個著名嘅第37手咁，讓人類棋手無法理解，但係後嚟證明呢係制勝嘅一手。不過從技術上講， AlphaEvolve 同埋 AlphaGo 走嘅都係唔同路數。AlphaGo 靠嘅係強化學習，而 AlphaEvolve 呢用嘅則係演化算法。咁就如同自然界嘅生物演化咁，一代代篩選改進，最終演化出優秀嘅解。
我哋就以4×4嘅 matrix 乘法為例，具體講下。學過線性代數嘅都知道，兩個4×4嘅 matrix 相乘呢，結果都仲係一個嘅4×4 matrix 嘅。其中答案 matrix 嘅左上角第一個數呢，係第一個 matrix 嘅第一行同第二個 matrix 嘅第一列對應嘅元素兩相乘再相加得到嘅，總共做咗4次嘅乘法。咁依此類推，要算出答案 matrix 嘅16個數呢，你就需要做4×16，即係64次乘法啦，係咪？但係喺1969年，德國數學家斯德拉森提出咗一個優化嘅算法，話只要做49次乘法就夠噶啦。佢點樣算嘅我唔知道，總之就有一個咁嘅算法啦。咁仲有冇更好嘅算法呢？整整56年過咗去啦，人類都未能再進一步，直到 AlphaEvolve 出手。首先呢，你要將個問題講明白先。我哋要做一個4×4嘅 matrix 乘法嘅算法，然後你設定一個衡量標準。我哋要求乘法運算嘅次數越少越好。然後你再將斯特拉森嘅嗰個算法俾佢做一個初次嘅參考。咁 AlphaEvolve 將會獨立上演一場演化嘅故事。第一步，用 Google 現成嘅大模型對斯特拉森嗰個算法做一啲變異。呢度呢用咗2個模型嘅 Gemini Flash 速度快，負責生成諗法；而 Gemini Pro 呢動作精準，負責將生成嘅算法細化。咁呢，你就會得到例如100個新嘅算法咁。第二步 ，AlphaEvolve 用 script 自動檢查呢啲新嘅算法係咪能夠正確計算，而各自使用咗幾多次乘法嘅運算，再根據呢啲嘅結果，為每個算法呢俾一個綜合嘅評分。第三步，選擇得分最高嘅幾個優勝者，進入下一輪嘅演化，亦即係翻到第一步，再對佢做變異。咁樣經過好多輪，你就能夠得到優秀嘅算法啦。具體到呢個 matrix 嘅問題呢，AlphaEvolve 用唔夠1日嘅時間，完成咗幾十萬條算法嘅生成同埋篩選，最終發現一種只需要48次乘法就能夠完成嘅新算法。變異、選擇、迭代，呢個唔係人類科學家解決問題嘅辦法嚟嘅，但恰恰係大自然解決問題嘅辦法。可惜目前 Google 仲未對外開放 AlphaEvolve 嘅使用權限，聽講係正在籌備一個早期學術試用計劃，會邀請一啲研究者先行使用，開放商業應用呢就遙遙無期啦。但係科學家已經搖搖欲試，因為呢度能夠做嘅事太多啦。例如供應鏈管理咁啊，外賣員手中有10份外賣，請問你點樣為佢規劃路線呢？先送邊個後送邊個最慳時間呢？呢個係一個著名嘅 NP-hard 難題嚟嘅，可以話只有優秀解而冇最優解。咁如果 AlphaEvolve 能夠發明一個新嘅算法，哪怕淨係慳到5%嘅時間，亦都可以產生巨大嘅經濟效益嘅。金融就更加唔使講啦，高頻交易、風險控制、資產配置，每一個決策背後都有複雜嘅優化問題。AI 模型訓練消耗嘅算力越嚟越高，而 AlphaEvolve 已經展現咗佢優化算法同埋算力調度嘅能力。再例如藥物設計、篩選新材料咁啊，可以話各行各業都用得到。但係你有冇注意到啊？AlphaEvolve 最擅長處理嘅問題，幾乎都係同算法優化有關。呢啲問題嘅特點係結構明確、目標清晰、評估標準可量化。於是就有專家提出，其他問題佢處唔處理得到呢？ DeepMind 確實冇顯示 AlphaEvolve 點樣幫助證明，例如黎曼猜想同埋哥德巴赫猜想。但係我哋先唔好講佢絕對唔得先，或者只要揾到合適嘅設定方式，嗰啲難題亦都能夠被轉化為優化問題。但係 AlphaEvolve 呢個演化方法嘅本質呢，其實唔係優化，而係搜索。就如同生物演化係喺大自然之中搜索解法一樣，佢其實就係喺巨大嘅可能性空間之中搜索解法。咁正好又中咗前邊提到嘅 Charlie Sutton 嘅講法，只有2個技術可以喺計算上無限咁縮放，就係學習同埋搜索。如果你認同所有求解本質上都係某種搜索咁 AlphaEvolve 就一啲都唔神秘啦。佢只係用龐大嘅算力將搜索做到極致。OpenAI 嘅青年研究員 Jason Wade 喺 X 上邊對此有一番感慨嘅。
佢話 AlphaEvolve 呢個搜索法同我哋中意嘅強化學習可以話係兩個路數。唔通只要有模型嘅針對性訓練，再加埋聰明嘅搜索，一切嘅科學創新都可以解決到？我感覺佢講得有啲酸，其實冇必要嘅。強化學習亦都係一種搜索嚟，只不過冇明確嘅量化指標，所以比較適合自動駕駛啊、捉棋啊、生成文章呢類任務。而 AlphaEvolve 呢種演化式嘅搜索更加適合算法優化。AlphaEvolve 嘅一個突破性貢獻係佢首次明確咁證明咗 AI 確實能夠做出真正嘅創新。從 ChatGPT 啱啱出嚟開始，就不斷咁有人話大語言模型只不過係隨機嘅鸚鵡，話佢哋冇真正嘅思想，唔理解因果關係。仲有人認為啊 AI 做數學題只係機械咁使用套路，話題目稍稍改變一下呢，佢哋就唔識等等。而家佢哋仲有咩可以講嘅？ AlphaEvolve 已經解決咗人類數學家幾十年嚟都未能夠攻克嘅問題。當然，我哋亦都唔能夠因此就斷言 AI 可以完全自主咁搞科研。AlphaEvolve 已經解決嘅問題，都係人類事先為佢明確定義出嚟嘅。科學家至少有提出問題嘅權利，你仍然可以做微決策嘅。但係我哋必須承認 AI 已經展現出真正嘅創造力。當然，佢嘅解題思路同我哋唔一樣。你可能覺得嗰啲變異啊、篩選啊同埋迭代有機械嘅味道，唔似人咁樣靠直覺、靈感同埋頓悟。但係我要講嘅係，人類所謂嘅直覺、靈感同埋頓悟究竟係乜嘢呢？你講得清嗎？我哋何嘗唔係喺頭腦之中苦苦搜索呢？從大腦嘅底層原理考慮，嗰啲神來之筆亦都係某種搜索同埋重組。可能 AI 喺顛覆家政服務業之前，就已經顛覆咗科研行業。對此我表示歡迎，但係亦都唔會。無論如何，而家我哋必須要重新思考，到底乜嘢係科研。最後我想講嘅係 AlphaEvolve 帶嚟咗一個警示。佢其實並冇一個絕對嘅停機時刻嘅，每次都係研究者主動叫停嘅。研究者話到呢度可以啦，唔使再計，佢先至停。你如果係繼續叫佢計嘅話，佢可能會揾到更好嘅算法嘅。咁即係話，讓 AI 思考1小時同思考10分鐘，得到嘅答案好可能係唔一樣。對於特別複雜嘅難題，咁咪即係話，邊個買得起更多嘅算力時間，邊個就能夠揾到更優秀、更極致嘅解決方案呢？咁意味住啲咩呢？意味住人嘅聰明可能冇用嘅。以前你可以話，雖然我哋公司設備略差，但係我哋嘅人更優秀，我哋更重視教育同埋學習。所以我哋嘅辦法更聰明，我哋仲可以喺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咁。而以後邊個算力強，邊個就有更優嘅算法；邊個擁有更優嘅算法，邊個就有更先進嘅技術；而邊個就有更強嘅商業競爭力以及軍事優勢。金融領域高頻交易，如果你嘅算法能夠比其他人快0.1%，準確率高1%，咁背後就係巨大嘅利潤差距。甚至可能係生死存亡嘅差距添。喺軍事領域，好似指揮無人機蜂群咁嘅任務，戰場信息萬變，更加係必須依賴 AI 算法嘅實時調度能力嘅。咁豈不是話乜嘢戰略啊、咩思想啊、咩文化啊、咩教育都冇意義咯？縮放定律之下，算力就係咪一切呢？機械人嘅時代邏輯。呢2年，人人都喺度討論 AI。我哋越嚟越清楚咁睇到，就算 AGI 立刻就實現咗，大多數人嘅生活呢，亦都唔會有太大改變，而且亦都不至於造成大規模嘅結構性失業。咁係因為人仍然需要各種微決策。就算 AI 嘅智能再強，佢亦都唔能夠了解你現場嘅微妙情況，咁佢就唔能夠完全幫你做主啦。佢只係一個生活喺虛擬空間入邊嘅智能助手嘅啫。但係如果人形機械人嘅技術突破咗，咁可能就係另一個故仔咯。因為人形機械人真係可以完全替代好多崗位嘅，而人形機械人正在加速到嚟，或者喺5年之內，我哋就能夠睇到通用機械人進入家庭。到時候你會意識到，我哋呢一刻經歷嘅 AI 革命，只不過係劇情正式展開之前嘅一段小鋪墊。機械人將極為深刻咁影響我哋嘅生活，
重塑社會結構，甚至重構地緣政治格局。機械人嘅邏輯同 AI 嘅邏輯非常唔同，咁為中國帶來咗全新嘅機遇同埋挑戰。呢一節我哋推演一下，機械人時代正在嚟到嘅重要證據就係幾個主要玩家已經玩真嘅。而家美國嘅人形機械人領域有3個最大嘅玩家。第一個呢係 Tesla 嘅 Optimus， 中文名叫做擎天柱。馬斯克對於 Optimus 嘅最終設想係一個幾乎無所不能嘅通用機械人，佢可以幫你做家務、遛狗、買餸、斟茶遞水，亦都可以陪伴你做你嘅朋友、老師、照顧小朋友、照顧老人，仲可以喺工廠入邊做工人添。馬斯克之前話 Tesla 準備喺2025年量產5000台 Optimus， 我仲聽到一個更極端嘅講法呢，係2025年要出貨2萬台添。先唔講個數字啦，關鍵係 Tesla 已經大量投入 Optimus 嘅訓練，用真人1對1操控，手把手咁樣教機械人做各種動作。我聽到一個私底下嘅講法啊，話一台機械人每日學習嘅累積數據呢，成本係200蚊美金。而操控佢嘅工人人工係每日400美金，亦即係話每台機械人每日嘅訓練成本呢係600蚊美金。嗰幾百幾千部機械人同時訓練就係一筆巨大嘅投入，但係亦都意味住巨大嘅領先優勢。第二個玩家呢係 Figure AI， 呢家公司呢係2022年成立嘅，2025年推出第2代人形機械人 Figure 02。Figure 原本係同 OpenAI 合作嘅，2025年取得咗重大突破之後，就選擇自己搞啦。佢搞咗一個完整嘅操作系統，係一個視覺、語言、行動模型，叫做 Halys。2025年2月發佈嘅 Halys 模仿人嘅大腦，分成咗系統1同系統2。系統1負責底層次嘅運動控制，只有8000萬個參數。系統2呢係高層次推理同埋決策模塊，有70億個參數。Figure 02嘅機械手有16個自由度，而真人嘅手大概亦都得20零個自由度。佢單臂可以舉起25千克嘅重量，電池續航10個鐘，步行速度每秒1.2米。佢已經喺 South Carolina 嘅寶馬汽車工廠試點返工，不過都係象徵性嘅。Figure 喺2025年3月啟動咗一個大規模嘅製造計劃，要喺加州建設一個年產12000部機械人嘅工廠。而呢個工廠係要實現讓機械人幫手生產機械人。Figure 目前融資充足，可以話係 Tesla 最有潛力嘅競爭對手。第3個玩家呢係 Agility Robotics， 呢間嘅技術呢就比較一般啦，手上冇幾多自由度，但係卻係最早實現雙足機械人商業化嘅公司。佢嘅強項呢係搬嘢，並且已經喺物流中心正式上線投產。呢間公司亦都建立咗自己嘅工廠，最大年產可以達到1萬部。呢啲都唔係你喺國際消費電子展上面睇到嘅嗰啲探索性、實驗性嘅機械人玩家嚟。而據我片面嘅觀察呢，目前中國嘅機械人玩家仲係屬於後者。先唔講技術成熟度，最大嘅問題係生產規模都好細。如果每年淨係生產嗰幾百部，仲停留喺遙控測試甚至係教育用途呢，咁呢間企業就冇正式嘅上場。Figure 02目前嘅水平，聽講如果係喺倉庫入邊做搬運工呢，搬運效率已經超過咗人類平均嘅水平。當然 Tesla 同埋 Figure 嘅造價呢都比較貴嘅，一部機械人需要10幾萬美金。不過馬斯克估計，量產之後機械人嘅成本應該係汽車成本嘅1半左右，最終零售價可能係2-3萬美金一部。咁就意味住佢將會進入尋常百姓家，佢將會替代人去工廠返工。我唔知道而家敢唔敢講話前方已經冇障礙，我哋可以肯定訓練機械人有好多難點嘅，而呢啲難點亦都決定咗機械人產業嘅競爭格局必定同 AI 領域非常唔同。AI 大語言模型需要巨量嘅算力，動輒就需要10億美金嘅資金先至有資格參賽。但係好處係主要原理係公開嘅，有啲模型直接開源，訓練語料亦都係標準化。可以話，只要你有足夠嘅錢、足夠聰明，搞一間 AI 公司，擁有自己嘅大語言模型係可行嘅。你唔需要從 GPT 3.5開始追，你可以直接從當前最高嘅水平起步，你有一定嘅後發優勢。
但係機械人呢就唔係咁啦，唔係話攞啲書攞啲網頁文章餵入去就得㗎。你必須要喺真實世界親自參加訓練，而且數據都唔係標準化嘅。你需要視覺、觸覺、力佢、扭佢、關節反饋等複雜信息，係高度多模態、同步、實時。咁就好似自動駕駛咁，你唔可能叫部車讀一讀教科書就學識得自己揸車，你必須要叫佢上路，實地積累經驗。但係機械人比車複雜得多，佢要完成多種類型嘅任務，每個任務嘅環境、物品、動作都唔一樣。所以而家國家訓練機械人嘅方式呢，都係請真人直接操控，喺各種場景之下手把手咁教。而因為國家嘅硬件結構、傳感器佈局、控制系統都唔一樣，一家嘅訓練數據並唔能夠直接賣俾另一家用，咁就必須每家公司各自採集自己嘅數據啦。咁就意味住嗰啲好似 Tesla 咁嘅早期入場、資金雄厚、願意大規模投入訓練嘅玩家，會獲得決定性嘅領先優勢。當然，亦有一啲辦法用嚟降低機械人訓練嘅門檻嘅，例如已經有人喺度做公開嘅聯合數據集啦，等大家都可以上傳人類第一視覺嘅視頻，記錄人手做嘅各種動作。Google DeepMind 似乎已經開發咗一啲方法，將普通視頻之中嘅動作轉化為三維信息，能夠讓機械人直接睇視頻學習嘅。局面呢係咁嘅，最底層嘅手感，亦即係物理引擎啦，例如點樣行路、點樣攞嘢、點樣攞螺絲批扭螺絲、點樣攞個鑊、點樣炒餸咁，你只能靠自己喺現場訓練先至能夠教識機械人，冇近路可以抄嘅。但係只要你將底層技術都訓練好啦，有咗物理引擎，亦即係系統一到位啦，後面嘅高層動作呢，則可以喺虛擬環境之中訓練嘅，甚至睇視頻都得。簡單講，如果你嘅機械人已經能夠熟練咁樣做出中餐廳入邊各種動作呢，咁你叫佢再學嗰啲川菜啊，做下包點啊，學西餐咁呢，就比較容易啦。呢度仲有大量其他嘅挑戰，軟件同埋硬件之間嘅耦合、零件嘅磨合、異常狀態嘅處理，例如遇到溫度過高嘅時候點控制，對各種突發情況嘅應對機制咁，所有呢啲呢都冇近路可以抄，必須要喺實地反覆試驗迭代先至得。有個著名嘅抱怨係：我希望 AI 幫我做家務，咁我就可以搞藝術。結果而家 AI 做咗出嚟啦，先學識搞咗藝術，我仲要繼續做家務。點解會咁嘅呢？因為人嘅身體係數百萬年演化嘅結果，我哋基本上一出世就知道點樣同物理世界打交道，做動作啦，用工具啦，應對空間變化係我哋嘅本能嚟。而機械人嘅神經網絡，佢必須從零開始學起，佢哋物理世界冇天生嘅直覺嘅。但係只要機械人突破咗呢層直覺，有咗物理引擎，能夠靈活自如咁完成各種下意識嘅動作呢，我認為幾年內一定會實現嘅呢啲。咁佢就可以迅速咁樣掌握幾乎所有嘅藍領工作技能。點解呢？因為藍領工作嘅特點呢係邊界清晰、目標單一、重複性強。例如廚師嘅任務呢就係炒餸啦，佢每日炒好多盤餸嘅，但係每一種菜嘅做法都係相似嘅，控制火候啦、加配料啦、翻炒啦咁。面對嘅無非就係柴米油鹽，菜炒出嚟達唔達標準好容易檢驗嘅。藍領工作同外部嘅互動邊界係穩定嘅，冇咁多複雜嘅變量。簡單講，呢度冇咩微決策，所以機械人完全可以用睇視頻嘅方式去習得各種技能，或者有啲技能如果睇唔明呢，仲可以由專門嘅公司將人類師傅嘅技能製成 3D 嘅動作指南，作為技能包 App 上架銷售。例如，你可以為你屋企嘅機械人 download 一個做川菜嘅技能，又或者揸直升機嘅技能啦，甚至格鬥技能，咁就帶嚟咗一個新嘅邏輯啦。AI 首先真正替代嘅呢，唔係白領工作，而係藍領工作。白領工作嘅目標函數呢係模糊嘅，情景都係複雜，邊界條件無限。例如你寫一封商業 email 咁啦，AI 可以幫你確保格式同埋語法正確。但係佢唔可能完全了解你呢個特定業務背後嘅企業文化、公司政治、內部權力關係、收件人嘅情緒，邊啲話可以講，邊啲唔講得等等，呢啲都需要你做微決策嘅。AI 或者能將 programmer 嘅效率提升10倍，
但係最終都仲係人類 programmer 決定呢啲程式係寫俾邊個，符合邊啲要求，考慮啲乜嘢風險咁。產品經理同埋諮詢師嘅工作呢，都冇標準答案嘅。倫理啦、道德啦、門面說話、眼神交流，呢啲都係現場博弈嘅產物。咁唔係對或者錯，而係好或者唔夠好嘅灰度判斷。做到乜嘢程度先叫好，係你嘅未決策。講到尾，白領工作好多時候係協調同埋判斷，而唔係單純嘅信息處理。AI 或者可以幫你做大部分嘅工作，但係最終唔能夠100%替代你嘅。但係機械人呢，將係極其優秀嘅藍領工人。例如人類裝配員將一個螺絲擰到位需要2秒鐘，而家波士頓動力同埋 Figure 喺實驗平台上邊已經實現咗讓機器人喺0.7秒內完成相同操作。未來嘅機械人可以做出好多人類工人做唔出嚟嘅動作。佢哋唔單止做得更快更準，而且唔會攰添，唔使上廁所，唔使醫療保險，冇工會，冇 OT 人工，甚至佢哋工作嘅人工呢，僅僅只係電費，每個鐘唔使1美金。我叫 O3 做咗一番推演，佢幫我畫咗2條曲線，一條呢係代表白領工作嘅，起步好快，初期自動化程度呢就好高，但上限就係60%左右。就算到咗2040年啊，你每個禮拜都仲要返2日工。對比之下，藍領工作嘅曲線呢，起步好慢，因為機械人一開始的確乜嘢都做唔到。但係一旦突破物理引擎呢個瓶頸，自動化程度呢就會即刻好斜咁上升噶啦。到咗2040年，藍領工作自動化嘅程度將會超過80%。唔係線性嘅成長，呢個係先慢熱再爆發。一開始人乜嘢都感受唔到，但係等感受到嘅時候，機械人已經席捲世界。我哋可以諗下，咁對中國意味住乜嘢？未來10幾年內，機械人一定可以替代生產線上嘅工人。如果有邊間公司到而家仲認為自己嘅優勢在於人工平、工人福利待遇低咁，就會必然被歷史潮流拋棄。而家仲有一啲地區，讓學生喺初中畢業嗰陣就分流，只有一半嘅學生可以上普通高中，另一半呢就必須要上職中，話要培養產業工人咁係非常不負責任嘅政策嚟。就算冇機械人都好啦，製造業吸納就業嘅能力亦都一早喺度逐年下降。今日嘅世界唔係工人嘅世界，未來嘅世界更加唔係。其實中國而家有一個巨大嘅優勢，就係中國已經佔據咗機械人產業鏈嘅大頭。我哋前面講嘅嗰幾個美國機械人大玩家，目前關鍵零部件都係依賴中國供應。例如機械人整個驅動鏈，包括街波減速器之類嘅核心組件咧，中國佔咗40%嘅市場份額，日本咧大概佔30%。機械人最關鍵嘅伺服電機同埋扭矩電機，中國製造幾乎係壟斷，市場佔有率超過90%。至於機械人嘅電池模組，目前係中國同埋韓國處於領先地位。嗰啲電機嘅靈魂咧，係一塊永磁體嚟嘅。呢個永磁體必須要用到稀土，而稀土目前係由中國主導嘅。呢個就係點解中美貿易談判之中，稀土供應始終係一個關鍵籌碼。喺一個更理想嘅世界之中，中美本來係互補關係嘅。你提供資金、智能技術同埋 NVIDIA 晶片，而我就解決硬件生產、訓練同埋測試。呢個組合能夠讓全世界最快用上機械人。但係現實係中美正在走向脫鈎，中國想要晶片自主，美國都想要電機同埋稀土自主。而家包括 Tesla 在內嘅幾間美國公司都努力咁完全喺美國生產機械人，並且向巴西、澳洲同埋越南等地尋求稀土。但係我哋可以估計，咁唔會好快實現。至少未來3-5年內，中國可以攞機械人同美國傾。而機械人係中國絕對不能輸嘅項目。如果10幾年內機械人大規模替代藍領工人，卻唔係中國先做出嚟呢，對中國製造就係一個巨大打擊。而家嘅中國處於一個非常微妙嘅位置，喺機械人訓練同埋量產方面落後於美國半個身位，但係喺機械人零部件生產上呢，則優先美國1個身位。
喺呢個局面之下，特別需要有一家中國公司企出嚟，投入巨資，豪賭一次，好似 Tesla 咁，搞大規模真人1對1訓練。機器翻譯 KC 嘅世界，呢一節我哋講一個 AI 帶嚟嘅新進展。呢個進展可能唔係咁起眼，對你嘅生活亦都冇幾大嘅影響，但係佢係一次人類文明意義上嘅突破。而家人與寵物、人與野生動物、大人同啱啱出世嘅嬰兒之間可以交流啦，就好似童話世界咁。AI 能夠幫你同屋企嘅寵物對話。你行公園可以略懂鳥嘅叫聲，媽媽能夠知道 BB 呢次喊係因為餓啊，定係因為痛。你話幾咁好呢？呢啲事情而家已經成為，或者至少喺技術上可以成為現實。當然啦，呢啲唔止係技術問題，仲有科學認知上嘅突破。語言學家即刻就會問：動物真係有語言嘅咩？當嗰啲鳥喺度吱吱喳喳，寵物狗對住你喔喔喔嘅時候，佢哋到底真係想表達一個咩嘅特定意思，定係只不過喺度用一啲隨機嘅叫聲抒發情緒呢？仲有，每種動物嘅語言係咪都係統一嘅呢？佢哋有冇外語同埋方言噶？以前嘅學者研究呢啲問題嘅時候呢，好困難嘅，需要觀察好耐，唔使講啦。關鍵係冇稱手嘅工具。而家有咗 AI， 更具體講係有咗機器學習嘅方法。研究者包括喺應用層面已經做出咗突破性嘅結果。我喺矽谷遇到一位連續創業者 Arvind Sun， 佢搞咗一個非常火嘅 AI 創業公司，研發咗一款能夠喺寵物語言同埋人嘅語言之間互相翻譯嘅手機應用，叫做 Trainee。 你屋企隻狗仔對你喔喔叫，你用手機接收一下佢嘅叫聲，最好結合埋表情圖像，咁 Trainee 就會翻譯成人嘅語言，你就知道佢咩意思啦。你對住個 app 講一句指令，手機就會將佢翻譯成喔喔喔咁，然後隻狗仔真係聽得明。我聽唔出每一句喔喔喔有幾大分別，但係 AI 得嘅。Alphabet 間公司專門訓練咗一個狗狗叫聲識別 AI 模型，叫做 PetGPT。而家嘅識別準確率達到咗 81.5%， 佢哋已經攞到咗1,000萬美金嘅融資，同好多大品牌都展開咗合作，會將模型用喺多個場景之中不同嘅硬件上邊，例如讓機器狗同埋寵物狗直接對話咁。Alvin 回答咗我一啲疑問，唔同品種嘅狗同人互動嗰陣咧，表現的確係唔同，需要特別對待。另外，狗嘅體型大細咧都好有關係嘅。例如面對危險嗰陣咧，小體型嘅狗聲音尖而且快，而大狗嘅聲音咧就好低沉嘅。不過呢啲對 AI 都不成問題。Max Brannet 喺智能簡史呢本書中講到，人同黑猩猩嘅語言咧有一個本質嘅區別嘅。人嘅語言好大程度上係一個文化現象，每個族群、每個地區都有自己嘅語言，需要後天學習先得嘅。而黑猩猩嘅語言呢，則係一個反射性嘅情緒表達系統，係一種本能嘅叫聲嚟嘅，唔需要學習。同一種黑猩猩嘅叫聲咧係一樣嘅。呢個呢，恰恰就俾咗 Trainee 一個機會。你唔需要專門針對例如中國東北嘅狗、美國加州嘅狗同埋日本嘅狗分別訓練，佢哋只要係一個品種咧，叫聲同埋表情就唔會差太多。當然啦，既然係叫聲，就唔能夠傳達特別複雜嘅意思。你唔能夠指望隻狗同你傾美國大選，但係能夠將動物性嘅意思都準確咁識別出嚟，就已經好有用噶啦。隻狗對住你叫，到底係餓啊，定係驚啊，定係想翻屋企呢？以前呢，全靠估，而家 AI 幫佢翻譯，而識別寵物叫聲只係掀開咗大幕嘅一角。試諗下，人類一直都喺度養狗，點解以前就冇專門識別狗嘅叫聲應用嘅呢？甚至連呢門學問都冇嘅呢？因為冇辦法數據化，人類嘅文字無法精確描述狗嘅叫聲，你必須使用各種方法將聲音變成各種波形，亦即係可視化，再用機器學習嘅方法自動提取其中成千上萬嘅特徵，先至可以講得上去識別嘅。而家基礎設施齊備啦，再用 AI， 動物學家呢正在大幹一場。紐約人雜誌發表咗一篇報道，講科學家正在破解鳥叫聲方面嘅進展，真係讓人大開眼界嘅。我講幾個細節啦。
灰燕係一種候鳥嚟嘅，每年成群咁長途遷徙，佢哋有複雜嘅社會關係，而且實行一夫一妻制。灰燕有至少10種唔同嘅叫聲，佢哋離開一個地方會叫一下，到達一個地方呢會叫一下，發出聯繫信號，通過叫聲知道盟友喺咩地方。西伯利亞松鴉會用至少3種唔同嘅叫聲向同伴報警，一種呢係表示附近有老鷹正在盤旋，一種呢係話鷹已經飛過嚟噶啦，仲有一種呢係代表鷹正在主動攻擊。有意思嘅係，鳥叫聲的確有一定嘅通用性嘅，例如見到貓頭鷹嚟啦，山雀呢就會發出響亮嘅超超超聲警報，危險程度越高呢，超嘅次數呢就會越多。而附近嘅五指雀能夠聽得懂山雀呢種叫聲嘅，仲會加埋入嚟，同山雀形成防禦聯盟去圍攻貓頭鷹嘅。你可能會知道杜鵑呢種鳥呢有一個好壞嘅行為，就係將自己嘅蛋生到其他雀仔嘅巢之中，讓人哋當成親生仔咁養，然後孵出嚟嘅小杜鵑呢仲會將養父母嘅子女殺死添。但係你可能唔知道嘅係，其他鳥類知道杜鵑呢有呢個惡習嘅。當杜鵑出現嗰陣呢，周圍嘅鳥就會發出警報。而最有意思嘅係，你將喺澳大利亞嘅雀仔對杜鵑嘅警報聲攞到中國播放，中國嘅雀仔呢都聽得明嘅。雀鳥甚至有語法添，例如一隻雀仔唱咗一首歌，發音順序係 ABCD 咁代表呢，研究者將順序稍稍改變一下呢，成為咗 DABC， 咁大約相當於從我愛你變成咗你愛我咁啦。就人嘅語言嚟講呢，順序一變，意思就變嘅啦。結果發現雀仔嘅語言都係咁嘅。山雀聽到呢2句說話之後嘅行為好唔一樣。前面講嘅呢，大約都係鳥語嘅共性。唔同種類、唔同族群嘅鳥叫聲，仲會有自己嘅特點添。原來啊，雀仔唔單止係靠本能反射發聲嘅，佢哋仲會學習特定嘅語言。壯麗細美鷯鶯嘅雌鳥喺孵蛋嗰陣呢，會對住蛋不停咁樣發出叫聲。科學家研究咗好耐先搞清楚，佢哋正在為啲小鳥做胎教。研究者發現啊，鷯鶯嘅小鳥一出世就會模仿媽媽嘅一部分聲音同爸爸嘅一部分聲音，等於呢係學咗啲母語啦。咁就同人類嘅嬰兒一樣。聽講法國 BB 仔同埋德國 BB 仔嘅喊聲呢都唔完全相同。學習家族特色叫聲可以幫助鷯鶯判斷邊個係自己嘅兄弟姊妹，咁樣就能夠避免近親結婚。理想嘅配偶應該要同自己有相似度，但係又唔係一家人。一旦破譯咗鳥嘅叫聲呢，科學家就發現鳥有好高嘅智能嘅。松鴉竟然會故意模仿老鷹嘅叫聲，咁佢點解要咁做呢？目前都話唔埋。有啲鳥甚至會講大話添，例如假報警訊。破譯工作現在仲係好初級，主要都係一啲警報之類嘅簡單信號。但係雀鳥好可能有複雜嘅語言嘅。一群雀仔聚埋一齊吱吱喳喳咁樣傾偈，佢哋傾咩呢？科學家嘅詞彙量明顯不足。研究者認為啊，我哋唔應該指望100%咁樣翻譯雀仔嘅語言，因為雀仔睇世界嘅視覺同人好唔一樣。佢哋有啲概念呢，大約係我哋嘅語言入邊所冇嘅。唔通呢啲搞個音譯咩？但係如果有朝一日我哋能夠大致知道嗰啲雀仔喺度傾乜嘅話，咁肯定非常有意思。你可能會自然咁諗到，如果連雀仔都能夠識別，咁人類 BB 仔嘅喊聲係咪都可以識別呢？冇錯，而且早喺2019年就有個手機 app 叫做 Chatter Baby 已經做咗呢件事。呢個呢又係機器學習嘅功勞。有一篇論文嘅研究者淨係想分辨 BB 仔喺3種情況之下嘅喊聲，一個呢係痛，一個呢可能係因為無聊冇人同佢玩而感到焦躁，一個呢就係肚餓啦。呢個工作呢其實都幾簡單，你只要喺呢3個場景之下記錄 BB 仔嘅聲音，用模型訓練一下就得。注意喎，研究者並冇故意整痛個 BB 仔嘅，痛嘅聲音都係喺打疫苗、穿耳窿之類嘅場景之中採集嘅。疼痛、焦躁同埋飢餓係 BB 仔最需要大人關注嘅3種狀態。如果 BB 仔正感到疼痛，你肯定唔希望誤判成佢餓嘅啦。咁你話呢？咁重要嘅需求，點解以前冇人搞明白嘅呢？可能有2方面原因啦。一方面，父母通常只係會照顧自己嘅 BB，唔太可能聽過1000個 BB 仔嘅哭喊嘅。
所以數據積累唔夠。另一方面，或者更重要嘅就係喊聲冇辦法用語言精確描寫，所以都仲係要先有聲音可視化先至得。結果呢篇論文之中嘅機器學習算法喺識別疼痛方面嘅準確率呢達到90%，而識別焦躁同埋飢餓嘅準確率亦都超過咗70%，都幾唔錯噶啦。研究者並冇比較唔同國家嘅 BB 有咩區別嘅，但係我估雖然可能有口音啦，本能嘅哭鬧方式都仲係一致嘅。呢啲研究會俾到一啲啟發你嘅，嗰啲信息即係寵物試圖同人交流，雀仔叫 BB 試圖傳達自己嘅狀態咁，一早就存在嘅啦，自古以來就喺度。但係我哋以前一直無視佢哋，學者直到冇耐之前仲係對鳥有冇語言呢個問題爭論不休。一般人更加係直接將嗰啲信息視為雜亂無章嘅噪聲添。咁唔係因為我哋太粗心，而係因為我哋冇好嘅工具同埋手段分析佢哋。100年前嘅一個中意觀察鳥嘅動物學家，點都諗唔到今日我哋居然可以精確咁破解嗰啲信息嘅。而嗰啲信息明明就喺眼前。AI 技術等於幫我哋打開咗世界嘅一個新層面。試諗下，幾年之後，你戴副增強現實眼鏡出去行一行，你會聽得明小區入邊嘅雀仔講乜嘢。你甚至可能知道每一隻雀仔個名同埋個性添。你直接同鄰居嗰隻狗對話，更加唔使講，你會非常理解 BB 仔嘅狀態同埋需求。咁人與人、人與寵物、人與野生動物之間嘅聯繫呢，將會升到一個乜嘢嘅境界呢？我哋再諗諗，生活之中仲有冇咩嘅信息就喺眼前，而我哋唔知道點樣解讀嘅呢？例如氣味啊，我哋能唔能夠用個手機聞一下就知道呢間餐廳嘅食材夠唔夠新鮮，甚至知道啲食材喺邊度買嘅，牛肉係邊一日嘅呢？又例如情緒啦，微表情靠唔住。但係如果我哋能夠方便咁樣測量一個人嘅皮膚溫度同埋心率變化，能唔能夠更好咁解讀對方嘅情緒呢？佢係咪太緊張呢？我一出呢張牌，佢點解有啲驚呢？仲有就係環境之中嘅微小顆粒啦，或者植物身上有呢個地方嘅現場信息嘅，能夠講明過去一個星期呢度嘅環境好唔好？又或者睇一眼張台上面嘅灰塵就知道呢度發生過咩活動咁。人可以喺 AI 嘅幫助之下變得非常敏銳，只係我哋唔能夠確定呢一切意味住乜嘢。商業嘅個人化。喺2025年嘅6月，OnlyFans 上面嘅美國女網紅 Sophie Rain 爆出咗佢嘅收入，引起咗軒然大波。OnlyFans 係一個以成人內容聞名嘅平台。用戶付費訂閱創作者嘅獨家內容，咪睇佢個朵唔夠響，佢可係被認為係最成功嘅平台公司。整間公司冇幾多人維護同埋營運，大部分收入都係俾內容創作者自己嘅，平台呢淨係收20%嘅啫。而家佢仲有一啲非成人嘅內容，包括健身啦、旅遊甚至教育。咁當然啦，最吸引人嘅都仲係成人內容。2024年6月至2025年5月嘅12個月之間呢，Sophie 喺 OnlyFans 上面嘅總收入超過咗4300萬美金。2025年前幾個月更加係每個月收入超過400萬美金。咁係一個咩概念呢？好似 Emma Stone、Scarlett Johansson 咁嘅荷里活一線女星，每年嘅收入呢亦都係2-3千萬嘅啫。NBA 絕大多數主力球星嘅收入呢都冇咁高。而 Sophie 只係一個20零歲嘅女仔，冇學過表演，唔參加比賽，亦都唔識棟篤笑，亦都唔會輸出觀點，唔會提供知識服務。佢只係俾粉絲睇一啲相同埋視頻嘅啫。網上好多中國人呢對此都好淡定，但係唔少美國人都急，講得好難聽。Sophie 點解能賺到咁多錢嘅呢？我哋嚟分析一下其中嘅機制。佢呢件事標誌住一種新經濟嘅全面展開。其實你都可以利用呢種經濟賺錢嘅，當然唔係 OnlyFans 啦，而係通過其他嘅平台同埋其他嘅技能。呢個首先呢係一個白手興家嘅故事嚟嘅。Sophie 出生於邁阿密嘅一個混血貧困家庭，父母一度靠政府發嘅食物券生活嘅。佢冇受過好好嘅教育，冇掌握到啲乜嘢專業技能，原本呢從事非常低薪嘅工作嘅。
喺業餘時間，Sophie 中意喺社交媒體上邊發視頻，其中有一條同蜘蛛俠電影相關嘅準色情擦邊視頻火咗起嚟，結果呢俾平台刪咗貼，於是就有好多人抗議啦。因為有好多人抗議，就有更多人揾嗰個視頻。Sophie 一舉爆紅，佢喺 TikTok 同埋 Instagram 呢啲免費平台上邊都有賬號，然後將流量接入咗 OnlyFans。但係 fans 咧唔會喺 OnlyFans 上面睇到 Sophie 嘅真正嘅色情內容嘅，付費內容嘅尺度咧稍微大一啲，但係永遠都只係擦邊嘅啫。Sophie 嘅人設咧係虔誠嘅基督徒，而且係處女，絕對唔會喺結婚之前發生性行為嘅。而家只係為咗家人嘅生活，上網辛辛苦苦咁賺啲錢咁，就係因為咁，仲曾經被網暴添。啲 fans 中意佢呢個古仔。Sophie 嘅訂閱費咧係每個月$10，新用戶第一個月係半價添。如果要喺直播之中互動，甚至係私聊嘅話，仲要另外收費。有一位榜一大哥喺11個月內為 Sophie 打賞咗$470萬。不過呢，咁都只係佢總收入嘅1/10啫，所以關鍵都仲係粉絲量夠大。但係如果淨係睇呢個古仔，我哋仲係好難理解 Sophie 嘅商業模式嘅。美國網上充斥住各種免費嘅直接嘅色情內容，到底點解會有咁多人俾錢睇 Sophie 嘅呢？一個教訓係最貴嘅唔係色情，而係感情。另一個教訓係邊個話只有細路同埋女性使錢？中年男人俾錢嘅意願好強嘅。人訂閱 Sophie 大概係為咗同佢建立起一種情感嘅紐帶，咁或者有啲似鏡粉睇住姜濤成長咁咯。你俾錢幫助佢養成咁咯。更何況你久唔久仲可以同 Sophie 互動添，例如喺直播之中得到佢嘅響應，你會有一種親密嘅陪伴感嘅。當然 Sophie 嘅成功必然有極大嘅運氣因素。喺 OnlyFans 上邊開 account 嘅內容創作者好多，而賺到嘅錢咧好少。喺入面前1%嘅 account 攞到成個平台收入嘅33%，前10%嘅 account 咧攞到73%。所有創作者嘅收入中位數係一個月$180，咁肯定唔係一個生得靚、識影相、有古仔就掂嘅業務嚟。但係 Sophie 都仲未係 OnlyFans 上面收入最高嘅明星，最高嘅收入咧係每月$900萬，有人嘅訂閱費咧係每個月$35，其中大部分係直接提供色情內容。當然我都唔識，我亦都冇做太多嘅研究，唔知道嗰啲更紅嘅內容創作者係點賺錢。我哋只能夠話呢個係一個客觀嘅現象。在我嚟睇，真正嘅機制呢係用戶直接向創作者付費。當然你需要一個平台，但係你嘅收入呢唔係平台定嘅，係用戶直接俾嘅。咁同一般打工仔同傳統明星都完全唔一樣。冇錯，球星同埋影星嘅收入，門票又好，廣告又好，代言又好，歸根結底呢都係嚟自觀眾嘅。但係佢哋必須要同球隊、電影製片廠同埋廣告公司談判，決定自己嘅收入。佢哋嘅談判力通常都唔及甲方。而家用戶直接向個人付費，局面完全唔同晒。過去嘅世界講國家，後嚟嘅世界呢講公司，而家嘅世界講個人。用戶唔會理你係邊個國家嘅人，亦都唔會睇你係邊間公司嘅人。用戶能夠直接睇見你。精英日課專欄嘅主編話：而家呢個時代，品牌消解到幾乎冇噶啦，所有資產都積累喺人上面。以前我哋買嘢都係睇品牌嘅，呢個呢係 Nike，嗰個呢係 Adidas。後嚟我哋越嚟越唔睇重品牌，更加要睇嘅呢就係品牌代言嘅人。例如你呢一間嘅體育明星呢，我支持唔支持咁啦。而家似乎整個品牌都唔重要，係唔係姜濤推薦先至重要。過去嘅明星代言係一種抽象表達嚟。呢位體育明星代言咗呢個飲料，佢自己並唔製造又或者設計呢個飲料嘅，佢甚至可能根本都唔飲添。佢只要提供一種運動精神，一個形象就得噶啦。但係今日當你買小米汽車嗰陣呢，你好大程度上係因為雷軍而買嘅。你買嘅唔係小米嘅汽車，而係雷軍做嘅汽車。咁就係而家好熱門嘅概念，老闆 IP。我哋需要用一個人嚟到代表嗰個品牌。人哋特朗普晨早就有呢個意識噶啦。
特朗普仲係一個籍籍無名嘅地產商嗰陣，第一次同政府合作一個項目，就提出政府可以留翻啲錢，而換取將呢個大樓叫做特朗普大樓。當時政府冇同意，但係後嚟佢喺另一個項目上邊都仲係得到手。特朗普間公司呢，咩都賣嘅，一律都叫特朗普。你可以話佢喺度厚顏無恥咁推廣自己個名，但係呢個名果然廣為人知。特朗普話淨係佢呢個名就值幾十億美金。而家 OnlyFans 俾我哋嘅啟示係，局面已經從公司 IP、老闆 IP 進一步演化到個人 IP。以前每個員工都唔會直接面對用戶嘅，你係匿喺公司後邊嘅一個零件嘅啫，或者隨時都能夠被替換而唔會被用戶發覺嘅。而家存在一個趨勢呢，就係你就係你自己，用戶直接衝住你而嚟。或者喺不久嘅將來，一架新車做出嚟嘅時候，消費者只需係嗰啲中意評測嘅消費者呢，會關心呢架車嘅設計師係邊個，架車嘅 engine 又係邊個工程師優化，佢嘅電池係唔係最近媒體熱議嘅嗰位電池大王嘅作品呢？而車嘅品牌都冇咁重要咯。本質上呢個係信息流動嘅結果嚟。以前嘅用戶睇唔見個人，係因為信息流通不暢。咁就如同我哋又翻到傳統嘅熟人社會啦。工業化同埋城市化造就咗陌生人嘅社會，唔係本鄉本土嘅兩個人可以迅速合作，呢個係好事嚟嘅。但係亦都帶嚟一啲問題。例如，當人面對陌生人嗰陣，唔太在意自己嘅名聲嘅。只要我係遵紀守法嘅，我唔一定係都要去做一啲有道德義務嘅事。而喺我哋呢個時代呢，我哋唔單止要求你呢個公司要遵守法紀，而且仲要求你呢間公司嘅價值觀呢要同我對齊，唔係呢我就會網暴或者抵制你。更進一步，你哋公司老闆嘅價值觀呢要同我對齊，然後你哋每個員工嘅價值觀呢都要同我對齊，咁唔係就係熟人社會咩？就如同200年前，每個人都生活喺熟人社區入邊。我屋企個鋤頭係村頭老李打嘅，我唔會認為打鐵係老李一項工作。我會認為如果老李賣俾我唔合格嘅鋤頭呢，就係佢人品唔好咁咯。我仲會因為老李唔夠孝順父母啊，而唔買佢個鋤頭添啊。而家信息流動呢，讓老李重新變成咗一個人。咁個人時代嘅打工仔係點嘅呢？LinkedIn 嘅聯合創始人 Reid Hoffman 預言啊，朝九晚五嘅工作方式將會喺2034年以後不復存在。你唔使再日日咁返工噶啦，而且你都唔會再固定咁為一間公司工作。呢個新概念咧叫做零工經濟，就好似 OnlyFans 咁，你揀一個平台，以個人為單位，直接面向用戶。好似揸滴滴送快遞呢啲，其實都屬於零工經濟嘅。你今日想做，咁就出去做咯。聽日唔想做可以唔做嘅，卡都唔使打。你可以今日喺呢個平台做，聽日咧就換個平台。你係為自己而唔係為咗某一間公司工作。聽講美國已經有超過5000萬人，全世界已經有25%嘅勞動力參加咗零工經濟。不過我要講嘅唔係開滴滴同埋送外賣呢啲，而係技術同埋管理類嘅白領職位，只要能夠在家遠程工作就得噶啦。而家你唔係將技能賣俾一間公司，而係賣俾全世界。Hoffman 提出一個公式係，專業技能再加上全球需求呢，就會等於高日價。例如你係一個好犀利嘅 programmer 啦，你認為中國嘅公司俾嘅人工太低，咁你就可以直接遠程為美國一間公司工作，賺取美國水平嘅人工。我亦都幫你做咗一啲調研嘅，具體操作差唔多係咁嘅。有一個比較高端嘅技術零工平台叫做 Brain Trust， 上邊咧有好多大公司嘅客嘅，俾嘅人工咧都係每個鐘頭$100以上嘅。佢要求你有5年以上嘅工作經驗啦。申請嘅時候咧要錄一條10分鐘嘅視頻，喺視頻之中咧回答4個問題，你都判斷你嘅交流能力嘅。審核通過之後，你就自己開個價，等啲老細嚟揀。一旦被僱用，你將會得到開價100% 嘅收入。而僱主呢就要多交15%俾平台做管理費。每個項目一般呢唔會超過7個月嘅。項目完成之後呢，僱主會評價你，5星好評會得到平台嘅獎勵，你將會擁有更高嘅曝光率同埋參加培訓嘅機會。仲有其他幾個平台嘅，
Toptal 專注於前3%嘅高端人才，職位包括軟件啦、設計啦、金融同埋項目管理。Upwork 嘅業務範圍最廣噶啦，而且人工越高費用比就越低嘅。Appen 強調 AI 同埋技術解決方案，亦都包括金融同埋醫療。而設計師最中意嘅兩個平台則係99 Designs 同埋 Debros。呢啲平台俾嘅工作報價冇低於每個鐘頭$30。據我所知，好多人已經全職做緊呢啲工作噶啦。如果你直接面向全球僱主，你需要好似 Sophie 一樣有一個人設。Hoffman 認為你嘅學歷、你嘅工作簡歷都將唔再重要，冇人 care 你喺邊間大學得到咩學位噶啦，喺邊間公司擔任過咩職位咁。而家你有更好嘅辦法去證明自己，就係數字足跡。你有咩作品啊？GitHub 上面有冇你嗰啲程式碼？以前嘅僱主幫你打過咩評價呢？你完成過咩網絡課程啊？你喺社交網絡上邊分享過咩知識呢？你嘅公共形象好唔好啊？喺 AI 嘅幫助之下，攞到呢啲信息非常容易。你會好似 Sophie 一樣被全世界分析。網紅動力學，你想唔想做網紅啊？即係生產一啲創意內容，獲得流量，再將流量變現。做網紅嘅門檻好低嘅，唔使學歷，亦都唔需要資格認證。任何人攞個手機錄一段片，然後發佈，只要有意思就可能被上億觀眾睇到噶啦。而且做網紅嘅上限又非常高嘅，可以出好大嘅名，賺好多嘅錢。你嘅天花板係地球總人口。按道理講，世上冇輕輕鬆鬆就能夠出名賺錢嘅事嘅。如果有嘅話，人哋一早做咗啦，市場就會變得更有效，從而令呢件事唔會咁輕鬆。而家市場上邊有好多關於點樣成為網紅嘅指南，學者佢哋都有一啲研究嘅。我睇到一篇講美國網紅嘅論文，或者會帶俾你啲啟發嘅。我自己從呢篇論文之中獲得嘅認識就係網紅其實係一個非常嚴肅嘅職業。我哋唔應該因為呢個職業嘅光環要將佢浪漫化。呢篇論文嘅作者係紐約大學史特恩商學院嘅一個博士研究生，叫做 Casimir Smith。佢嘅專業係社交媒體經濟學。論文嘅題目係網紅動力學。其實仲未發表嘅，先放上網係為咗作為助理教授又或者研究工作嘅一塊敲門磚。呢個都係經濟學界嘅傳統嚟嘅。Smith 嘅呢個研究做得好紮實嘅，有一手數據，使用咗高級嘅分析方法。佢考察咗 Instagram 同埋 TikTok 上邊1369個網紅。厲害之處在於佢掌握咗呢啲 account 嘅整個成長過程，每一次發布係咩內容啦，有咩互動啦，帶嚟幾多新嘅 fans 等等。呢啲係我哋只看橫截面睇唔到嘅。呢啲網紅嘅業務比較簡單，就係發短視頻。Smith 冇考察到直播帶貨之類嘅項目。佢哋變現嘅方式係接商業推廣，品牌揾到網紅，俾錢等佢哋專門為某款商品製作一期節目，又或者評測一款唇膏咁，然後就好似普通節目咁一樣發布。呢份工唔係聽起嚟咁簡單。一條短視頻從製作到同 fans 互動，包括可能嘅同品牌嘅對接，平均需要10個鐘頭，所以每個星期只能夠做到3-5條嘅啫。而且收入都唔算高嘅。統計表明fans 1萬嘅網紅每個月嘅收入只有$300，只能夠算係賺啲零用錢咁嘅啫。如果有100萬粉絲每個月嘅收入差唔多係$4500，仍然略低於美國人嘅收入中位數。而嗰啲擁有100萬粉絲嘅網紅，每個禮拜都要做40到50個鐘。其他幾個渠道嘅數據顯示Instagram 上邊幾千萬個活躍網紅之中，只有0.2%到0.4%達到咗100萬 fans 嘅成就。所以唔好有太高期望，做網紅養家糊口冇咁易嘅，好多時候都係用愛發電。作為網紅，你需要關心嘅係2件事。一個係流量，一個係變現。流量係由你有幾多粉絲決定，而變現係由你接到幾多商業推廣決定。呢2件事喺好大程度上邊係同一件事嚟嘅，因為你每一單商業內容嘅報酬基本上係由你嘅 fans 所決定嘅。
，fans 越多，單價就會越高。但係你嘅商業價值並唔係同 fans 數成正比嘅，而係同 fans 數嘅對數成正比嘅。Smith 嘅數據表明啊，如果你有1萬個 fans，你一條商業內容嘅收入咧就係$145。如果係10萬個 fans 嘅話咧，咁一條收入就係$448。有100萬 fans 咯，咁一條咧就係$1439。咁大約係因為 fans 數存在指數增長嘅效應。從10萬 fans 漲到100萬 fans 嘅難度咧，大約就相當於從1萬個 fans 漲到10萬個 fans。所以你嘅議價能力就係咁樣增長噶啦。睇嚟對品牌嚟講，同大網紅合作其實係更慳錢，因為傳播廣度係同 fans 數成正比。咁點樣先能夠成為大網紅呢？業餘嘅選手可能會幻想通過一條內容火遍全網，一戰成名，所以一心想要整個爆款嘅。當然爆款都有運氣成分嘅，但係運氣亦都可以操作嘅。例如我可唔可以使錢買啲流量呢？我可唔可以直接引到一次流行呢？ Smith 嘅研究唔支持呢種幻想。現實係爆款嘅內容作用並唔係好大嘅。我哋睇下兩個網紅粉絲數嘅增長過程啊。一個呢係喺第50週迎來一次爆款，瞬間增加咗將近10萬嘅 fans。另一個呢就冇發佈過乜嘢特別爆款嘅內容，fans 數比較平穩咁一直上漲。咁相對於平穩嘅爆款，算唔算改變命運呢？冇喎，佢哋仍然係同一個數量級嘅。關鍵在於爆款只能夠帶嚟短期嘅流量增加，幾日甚至或者1日之後嗰個效應就冇咗噶啦。而漲粉呢件事呢係非常長期嘅事嚟嘅。就我嚟睇，呢個呢就係 Smith 嘅研究俾網紅最重要嘅教訓：職業成長唔係靠幾個爆款，而係靠持續穩定嘅高質量輸出。對此你唔應該感到驚訝㗎。試諗下，嗰啲站得住腳嘅體育明星、演員、作家，邊一個唔係長期兢兢業業嘅工作嘅？嗰啲一夜爆紅而冇積累嘅，全部都係好似流星咁喺天空中劃過，並冇真正嘅商業價值嘅。呢個研究嘅另一個洞見呢，可能有啲反直覺，就係你可以做多一啲嘅商業內容嘅。網紅都會有一種強烈嘅擔心，做商業內容會唔會妨礙 fans 數嘅增長呢？例如你係一個搞笑嘅博主嚟嘅，fans 都好中意你。有一日咧，你接咗個推廣，話請允許我介紹一下呢款餐紙巾咁咧，咁你啲 fans 會唔會因此離你而去呢？又或者呢種內容會唔會減慢你漲粉嘅速度呢？你需要從商業內容嚟到變現，但係從內心驅動嚟講呢，你會覺得商業內容係唔真誠，有啲出賣自我嘅感覺。你並唔中意製作商業內容。之前呢，大家傳統嘅模型係你喺成長初期應該淨係製作不帶商業因素嘅有機內容，積累 fans，等啲 fans 達到相當嘅規模呢，再去接觸商業推廣咁，亦即係先吸引流量，唔使急住變現嘅。而 Smith 嘅研究呢，唔支持呢個講法。喺 Instagram 上邊有明確品牌贊助嘅商業內容會被專門標記出嚟嘅 ，TikTok 呢就唔會標記。但係同一個網紅往往會喺2個平台同時發佈節目嘅，所以 Smith 都仲係可以判斷邊一條係商業內容，邊一條係有機內容。數據分析表明，發佈商業內容並唔會妨礙你漲粉嘅。無論呢一條係有機定係商業嘅，接落嚟幾日嘅 fans 增長情況冇咩差別。商業內容唯一嘅缺點咧係點讚、評論之類嘅互動咧比較少嘅。但係同有機相差嘅內容呢都唔大嘅。講白啲就係 fans 並唔會因為你發商業內容而懲罰你。咁可能係因為 Instagram 同埋 TikTok 嘅用戶本來就預期會睇到一啲商品信息啦。咁同長期以視頻為主嘅 YouTube 好唔一樣。例如你係一個美食 up 主，平時發嘅呢都係各種好食嘅。咁偶爾推廣一個食品品牌，對 fans 嚟講亦都係有用信息嚟嘅。呢個教訓大約係只要內容相關，唔需要拒絕商業嘅，應該將佢當做一個正常嘅內容好好做。Smith 嘅分析顯示啊，哪怕只有1萬個 fans，你亦都應該要接商業推廣。Smith 甚至計出咗一條最理想嘅商業策略添。如果你有1萬個粉絲咁計啊，你應該每個禮拜製作2條半有機內容同埋1/4條商業內容。
亦即係每個月更新10條有機內容同1-2條商業內容。對業餘選手嚟講咧，呢個工作量已經唔細噶啦，但係收入卻只有每個月300蚊嘅啫。但係如果你能夠堅持到100萬 fans 呢，你嘅工作量就要加大，因為每條內容嘅價值咧都增加咗。理想情況下，你應該每個禮拜製作3條半有機內容同埋0.75條嘅商業內容，亦即係一個月更新15條左右有機內容同埋3-4條嘅商業內容。咁就必須要係全職工作噶啦，攞一份中等收入咁啦。啲 fans 能夠理解你提高商業內容嘅佔比嘅，不過大多數網紅會適可而止，商業內容再多呢，就可能會喪失真誠感噶啦。簡單講，唔好指望爆紅，亦都唔好羞於商業。從未步入社會嘅人可能會幻想自己才華過人，一出道呢就名震江湖，淨係做自己感興趣嘅事呢就能夠獲得好好嘅收入咁，而且根本就唔使主動講錢嘅。殊不知連網紅都唔係咁嘅。呢個係一個嚴肅嘅專業嘅職業嚟，你需要好似返工一樣，每個禮拜工作40-50個鐘。你需要有長遠嘅規劃，你仲需要做一啲自己本身唔想做嘅嘢添。而呢一切嘅前提係你要能夠創造有趣嘅內容。有趣已經係咁難得㗎喇，但係淨係有趣仲遠遠唔夠。